喺一片美麗嘅大森林裏，住住好多小動物。其中呢，有一隻活潑開朗嘅小松鼠呢，個名就叫做跳跳。跳跳呢，就係最喜歡喺森林裏面跳來跳去，收集各種漂亮嘅樹葉同埋松果。有一天晚上，跳跳喺好似以前往常咁呢，喺森林裏玩耍。當佢抬望天空嘅時候呢，就被嗰一顆閃閃星星吸引住。嗰個星星呢，就好似一顆明亮嘅寶石，相映喺黑色嘅天幕上，一閃一閃美麗極令人欣賞。小兔將星星收集，於是佢拎起一個漂亮嘅小盒子去收集星星。跟住之後呢，佢嚟到森林空地上，伸出隻手想要摘個星星，可是呢，星星呢就遠離佢啦。無論點跳手呢，都找唔到。佢有啲沮喪，跟住諗到一個好辦法，就去到河邊，小盒子斟咗啲水，佢諗星星呢喺水裏邊會有倒影，咁樣呢，我就可以呢將佢喺倒入個盒嗰度啦。跳跳小心翼翼咁樣呢，將嗰個盒子呢端到森林裏呢，佢好興奮咁樣對住個盒子嘅星星嘅倒影呢，覺得自己終於成功啦，將盒子蓋好，開心地帶着他拎返自己嘅樹洞。回到樹洞之後，跳跳迫不及待打開盒子，想看到自己收集星星，好似星星嘅倒影呢就唔見咗咯，只剩下一灘水。跳跳心裏好傷心，就喺嗰陣呢，媽媽就聽到一啲哭聲，去到佢身邊，媽媽又低頭對住佢講呢：傻孩子，星星喺天上冇辦法裝喺個盒度㗎。之後我哋心裏邊有星星呢，佢就會一直陪伴住我哋。跳跳聽咗呢，喊咗起嚟，佢諗覺得媽媽講嘅很有道理。佢抱住個盒呢，又嚟到森林空地上，把放喺地，然後躺喺盒子旁邊，望着滿天嘅星星，覺得星星就同媽媽說嘅一樣，一直陪住自己。慢慢地呢，跳入到甜美嘅夢鄉。喺夢鄉裏邊呢，佢同埋星星一齊，就覺得呢好開心。